鄧律師啊，成日都聽人哋講咧，喺香港打官司咧又貴又嘥時間，你點睇咧？其實每次我哋接手案件嘅時候咧，都會先了解下人嘅案情啦，分析下啦情況啦，咁講清楚個收費要求啦同埋安排咁樣樣。香港訴訟嘅程序咧係比較複雜嘅，實行普通法嘅當事人主義，程序同時間咧都要睇我哋嘅訴訟策略啦，同埋對方嘅回應喎。咁所以打官司咧真係未必係好簡單，當然啦，亦都可以好簡單。所以咧打官司咧係可以好簡單，但係亦都可以好複雜嘅喎。咁法庭收費方面又係點嘅咧？貴唔貴嘅咧？法庭又唔貴喎，所有啲案件咧都係1000幾百蚊嘅啫，咁無論你告幾多錢都係一樣。咁仲有啲咩其他費用咧？主要所用嘅訴訟費用咧，其實都係律師費啦，咁其他雜費其實都佔好少部分嘅。咁律師費又點計咧？會唔會好容易蝕本咧？律師通常咧就睇案嘅複雜性啦、用嘅時間啦、唔同經驗嘅律師啦，咁都係唔一樣嘅。咁內地嘅朋友咧可能要留意啦，香港嘅訴訟咧係一個基本嘅原則嘅，係由敗訴方咧承擔律師費嘅。咁即係話咧，如果你輸咗官司咧，唔止淨係要俾自己律師費，仲要俾埋對方律師費，所以係冇人想輸官司嘅，除非你真係冇錢或者已經打算破產啦。咁其實贏咗官司就可以攞晒啲律師費翻嚟噶咯喎。咁又唔一定喎。咁因為訴訟咧係法庭之後咧，法庭會評估律師費。因為法庭評估律師費咧，一般可能等於你付出律師費嘅可能6、7成左右啦。如果對方冇資產，你贏咗官司都唔一定攞翻啲錢㗎。咁有冇啲咩例外嘅？可能要對方俾晒啲律師費咁樣咧？咁都有呢啲機會嘅，例如我哋叫做懲罰性嘅律師費用啦，我哋即係叫 indemnity cost。咁針對一啲咧亂咁告人哋無理訴訟，或者係浪費性嘅，即係 waste cost，即係喺程序上邊咧有過失、拖延、無理，導致咧更加額外嘅成本。聽落幾複雜喎，真係要揾律師喎。係㗎，因為民商糾紛咧，其實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方法，亦都可以好多慳錢啲嘅方法嘅，所以遇到法律問題嘅話咧，第一時間揾律師幫手啦。